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高雄的家庭啊，伫个昨尾5点外发生一件车祸，有一台拖车逆向哦，就是驶离对向的车道，突然间为路边冲出来，刚弄到一个机车的骑士，这个骑士吼弄一个喷飞出去，摔离个涂骹，啊，这个机车顶一只狗仔嘛惊甲跳落车。 上盖憾的是，这个拖车的驾驶弄到人了后，竟然是车驶的做伊走，搁差一点去弄到人。这警方尾也是伫个刑达西市甲压制逮捕，移送法办。 行车记录器的画面看到骑士到路口速度放慢，等对向的车通过，只是一只拖拉机向驶小对向冲过来，就算伊达挡啊，也是互弄到。 人车拢倒去，车顶的狗仔嘛惊甲走去。喊过的是驾驶直接开走，敢若想要避起来，为边仔市场冲入去，甲真侪人拢惊一条。啊，规路拢赛李想的咧。是啊。按对遐拢赛李想的过来咧。啊，袂惊死啊。啊，迄就是专门要人弄的，迄伤危险啦。啊，你看迄共弄着，佮注意走。班车、大车驶入来啦。啊，是足危险，迄阵人足济吼。迄阵还好啦，平常时也无啥啦。 无足济人啊！你啊驾驶时啊，就足济人啊。15分钟了后，肇事的驾驶和警方掌着送去警局。这个喊过的事件发生伫咧昨下晡5点外，驶客运拖车的车士驾驶讲要去台南将军区送货了后，登去安定区的公司，原因不明，煞加开17.5公里到高雄的嘉定区滨海路1、2段交界，佮违规驶小对向，弄到骑士逃走。对谢贤实施酒测值为0。 针对谢贤肇事逃逸，本分局将依公共危险罪移送。后弄到的骑士脚手拢有刺伤，送医了后无大碍。不过这个案件阁有疑点，肇事的驾驶无照原定的路线开车，加开17公里，佮原因不明肇事逃走，这拢是警方需要查清的重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